6月10日搭个苏州，这是一个人三杀，福隆路一转弯，就在中浪吃饭个地方待着。只有想不怕巷子深，埃个地方一般个人不晓得，晓得个人才是真正的吃货。戴光福不带菜瓶3张，车头一顿，3个分来；带菜瓶3张，不点张蓝麻鸡汤，3个分吃。哎哟，今朝一个人带奢侈了海哇！人生苦短，我第一趟来，这个白眼狼儿子为了读初中。来苏州时，一盘店能够让我一吃15年不忘记它，寻不出第二家。哦，五头来的。来来。我要转去海南，所有的粉丝带来吃五头。但是光这个忙得来了，我来不及杀，我讲不来听。哎，肯定个你快的嘛，我记得走几到马上才来吃。哎，你当顺午饭？浪特子谁是东西？来边啊，那个鱼拿三这个拿海吃个。现在这样，你跟到来，你看你手语跟5星呼号侪是我干。还有7、8十个祖宗，乃是一日天不做光干，一日天讨厌发落3万。反正只怕杀了我身浪，讲了不讲是我个事源，这杀了5多身了，来了不来是5多个事体。